而家嚟到香港國際機場，咁今次咧就主要會去巴塞跑巴塞馬拉松，之後陸陸續續會再去其他地方啦。到咗瑞士，而家第一時間咧就要揾我下一個機去巴塞嘅飛機，時間因為唔多，得1個鐘頭，時間非常緊急。啱啱仲要過一個簡單嘅行李檢查，多翻10分鐘，冇問題，到啊，一定 OK。成功趕到，哇！仲要過個海關仔，好彩唔使等好耐，都要少跑咗一段啊嘛。啱啱好趕到巴塞隆拿爾，順利到達巴塞隆拿。但係咧，離開機場之前，趁有機場嘅保護啊，咁就要做好晒所有防盜嘅裝備，就將啲貴重物品擺翻好先。咁之後就準備咗平時去跑步嘅腰帶。而家行緊落目的地最近嗰張4人嘅account而家個心情咧好興奮之餘咧，都要好小心留意身邊啦。咁啊，雖然自己防盜嘅系統都做好晒，但係都要留意身邊有冇一啲古靈精怪嘅嘢出現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自己一出咗機場咧，自己嘅心態第一時間就真係唔好意思啦。所有人都係撐你，咁就等自己個警覺性高啲啦。地鐵站出嚟，第一眼嘅巴塞隆拿，哇！好奇妙啊！呢件事好開心啊！唉，我完全咧行咗一陣都已經感受到啲人咧，其他人介紹咧就話喺巴塞隆拿咧冇乜嘢做，喺條街度行咧都好舒服。咁我而家已經出咗嚟行咗一陣，我都好感受到嗰種好輕鬆、好舒服，條街好乾淨啊嗰個感覺。兩旁咧啲建築亦都好靚、好優雅，有少少心動啊！對呢個城市，咁但係未到愛上，咁我相信一定唔會令我失望呢一年。安頓好出翻嚟，就去第一個景點米拉之家。米拉之家都係高迪其中一個非常出名嘅建築啦。簡單歷史就係臨死前最後接嘅一個私人方案啦。聽日或者後日啦，有時間先再買票再入去啦。咁而家咧，其實主要咧會入去佢嘅呢個紀念品店行個圈咧，之後就會去下一個地方。喺外邊咧，即係只可以睇到佢嘅冰山一角。係，佢入邊咧有好多特別嘅設計啦，內裏咧，咁都真係要入去先睇到。沿住米拉之家幾個街口，就會去到另外一個高迪出嚟嘅巴特洛之家，都好明顯啊！高迪嘅建築，用色彩填滿咗。哦，勁啊！行下去到呢個加泰隆尼亞廣場，巴塞呢個城市好適合行啊！啲景點好近，係亦都好舒服。咁咧繼續一路向海邊行啦，會行入呢個舊城區啊！個人咧未食嘢，同埋尋晚咧喺飛機上面瞓得唔係太好咧，都要揾個地方坐一坐，食少少嘢先，叉電先。個天好黑啊，準備落雨。今晚應該會風雲變色啊！準備入呢個當地人嘅 local 市場揾嘢食。咁呢個都係酒店嘅 reception 介紹。一入嚟即刻好多火腿。西班牙火腿賣肉嘅地方，之後入邊咧好多人喺度已經食緊嘢。咁嗰邊咧有得飲酒啦，呢度就食嗰啲佢傳統嗰啲小食嘅卡牌，要挑戰生蠔，4隻10歐，好似嘅。我帶咗呢個喇灣牌應路丸嚟，我啱啱食咗4隻生蠔，之後而家再嗌多個八爪魚。今日個標想食海鮮啲，睇下下次先食花馬戲，咁都好值得嚟嘅。第一啲嘢好新鮮啦，同埋好方便，呢度全部都收卡。
今次我都冇帶好淨係撳咗少少錢喺身嘅，咁大部分全部都碌卡。啱啱個 market 行咗就9個字路咯，咁而家繼續喺舊城區呢個附近行下，咁個感覺咧同啱啱喺米拉之家嗰邊咧完全唔同。嗰邊擴展區咧個城市規劃咧全部一係打橫一係打直，咁呢邊咧就真係有啲舊嘅歐洲色彩，啲路就錯綜複雜啲啦，有啲好多小巷啦。行入舊城區就會見到呢啲，一睇就知都有幾百年歷史嘅建築啦。咁今日而家2點半左右啦，咁啊天黑為止都會喺呢邊慢慢行。呢邊好有嗰種古舊嘅味道，好舒服。好多呢啲神秘嘅小巷，夜晚行呢啲地方啊，等打劫嘅俾人。但係而家日光日白，唔使驚你有咩事跑啊！行咗大概1個鐘啦，喺舊城區都舒服，個天氣又一流。本身想話落雨，咁但係一路都落唔出啦，咁變咗個陰天，行得非常舒服。喺呢條舊街咧，兩邊咧有好多一啲唔同嘅藝術館、博物館啦，可以入去參觀。咁其實我而家一路向前行咧，就係去緊畢加索嘅博物館。舊城區我自己行咗，我覺得可以 spend 半日啦，即係大半日可以喺度慢慢行。其實好舒服。每一次轉彎咧，都有一啲新奇嘅嘢去再睇。同埋呢度咧，舊嘅建築咧，好多位咧，其實你攞到角度咧，影相其實真係好靚。我見到呢個便便小童嘅商店，咁咧係一個加泰隆尼亞地區咧傳統嘅一個公仔啦，戴紅色帽，咁啊坐喺度屙盆盆嘅，係啦，咁就因為佢哋相信咧糞便就滋潤大地，加咧好似惡搞咁啊，入邊其實咧好多唔同嘅系列啦，譬如卡通人物又有啦，名人又有啦，當就喺對面呢間叫做買咗個朱古力。食過一陣，好好食，入邊流心朱古力，我唔中意食朱古力嘅人，但係呢個好正，最緊要係入邊嗰個流心嘅質地啊，食落口好舒服，真係好正，真係好正。